我哋好開心能夠齊聚喺風景秀麗嘅路環。9.22分。有請參賽隊伍準備，請觀眾援助。通理4秒粵港澳大灣區醒獅邀請賽喺路環呢一個咁特色嘅大氣棚裏邊舉行。呢一次活動呢，就由我哋路環街坊4秒慈善會籌辦。我哋邀請咗港澳大灣區多個城市嘅精英獅隊嚟到路環同場競技，以獅會友。